伫咧台南客家有一间诊所，讲因上界出名的就是预防和治疗中风。不过最近说，互理职员工也讲，这诊所使用来路不明的药啊，讲会当透过注射来预防中风，一套的疗程呢，就要开20万遐尼济。诊所是驳回讲，这毋是药啊，是保健食品。台南市卫生局去查了后，发现到3项确实违反医疗法和医师法，除了会依法处罚以外，也会追查药品的来源。台南市卫生局的稽查人员伫接到信息了后，车三中道来到这间伫客家的诊所稽查，因为这间诊所最近是和离职的员工逼供，使用标示不明的针剂，而且拢无甲病人详细说明内容。那卫生局将稽查该诊所，确认他施打的药剂之来源跟成分。倘药剂未经过核准输入至药品，将依药事法第83条移送侦办。个人选择啊，观感无共，选择伊都无共啊。下杯敢保证伊会好。你若伊会好，人讲开偌济钱就无要紧。诊所外口写讲专门治脑中风，只是一套高价的疗程，搁要家己开20万，是贵松松。各方质疑讲甲伤厉害、伤悍。不过对这个爆料，诊所的人员嘛出面来解说，而且搁提出防指控的药啊，讲这是有独门专利的保健食品，是用啉的，并不是用煮的。是以疗程中是以人参皂苷是给病人用食品辅助的，而且我们在给的时候，我们也有跟病人明确的表示这个是食品，而不是药品，病人也都是可以接受的，而且也有给病人看过瓶身，病人都没有任何异议。诊所自称，但是卫生局伫稽查了后是发现3项确实，包括伫无经过核准的面积内面诊疗，无照规定开立自费的收据，并且记录嘛无详细写出使用的药品，涉嫌违反医疗法和医师法，会依法做相对应的处罚。另外，防质疑摕来做的营养补充品，会联络来源厂商迄边的通卫生局进一步厘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